自2026年7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悔改的亚哈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列王纪上卷21章第19到2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列王纪上卷》第21章。后来，佫有代志发生。亚述的人拿伯伫亚述列有一区葡萄园，挖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王宫。亚哈甲拿伯讲：“你的葡萄园，互我做菜园，因为真近我的王宫。我要用搁较好的园甲你换。你若爱阮，我就照价钱甲你买。”拿伯甲亚哈讲：“上主袂允准我将祖先留落来的产业互你。”亚哈因为亚述的人拿伯讲的话，郁卒无欢喜，倒去王宫。因为拿伯有讲：“我袂当用我的祖业互你。”亚哈就倒伫眠床、眠院内面，嘛毋食。王予亚西伯来伊遐问伊讲：“你是安怎郁卒毋食饭？”伊应讲：“因为我对亚述的人拿伯讲，你的葡萄园互我，我用银甲你买；也是你若爱，我就用葡萄园甲你换。”伊讲：“我的葡萄园，我袂当互你。”王予亚西伯甲伊讲：“你即阵敢毋是伫统治以色列国？起来，欢欢喜喜来食！我要将亚述的人拿伯的葡萄园互你。”亚西伯用亚哈的名写批，砍王的印，寄批互遐个甲拿伯住共城的长老甲贵族。批内写讲：“恁着宣布禁食，互拿伯坐伫人民的头前，搁叫2个匪类坐伫伊的对面，做证告伊讲：你亵渎上帝，甲侮辱王，然后甲伊拖出去，用石头钉死。”遐个甲拿伯住共城的长老甲贵族就照亚西伯寄互因的批所写的去做。因宣布禁食，互拿伯坐伫人民的头前，搁叫2个匪类来坐伫拿伯的对面，当众人的面前作证告拿伯讲：拿伯亵渎上帝，搁侮辱王。众人就甲伊拖出去城外，用石头钉死。长老甲贵族就找人去甲亚西伯讲：拿伯已经互石头钉死啦。亚西伯听到拿伯互石头钉死，就甲亚哈讲：你去接受亚述的人拿伯毋肯卖互你的葡萄园，伊已经死，无命啦。亚哈听到拿伯已经死，就起来，落去要接受亚述的人拿伯的葡萄园。上主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讲：你起来，去见住伫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伊即阵落去亚述列，要接受拿伯的葡萄园。你着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有杀死人，搁接受伊的产业。搁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到伫什么所在钱拿伯的费，嘛要伫遐钱你的费，就是你本身的费。亚哈对以利亚讲：我的对头，你咧找我是无？伊应讲：我咧找你，因为你出卖家己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上主讲：我要降灾祸互你，要消灭你。所有伫以色列中属亚哈的查甫人，无论自由的也是无自由的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我要互你的家，甲尼拔的囝耶罗波安的家，以及阿希雅的囝巴沙的家共款，因为你有惹我受气，搁互以色列人犯罪。关系亚西伯，上主嘛有讲：到要伫亚述列的外城食亚西伯。
属亚哈的人死伫城内的，要互狗食；死伫野外空中的鸟，嘛会甲因食。真够胆，无人亲像亚哈，伊受王后亚西撇使人出卖家己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伊做上可恶的事，因为伊拜偶像，甲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阿摩利人做共款的事。听到这话就拆里衫，穿粗麻布，禁食，穿粗麻布困，失志郁卒，行来行去。上主的话临到提士比人以利亚讲：亚哈伫我的面前遐尼谦卑，你有看到无？因为伊伫我的面前谦卑，所以我无要伫伊在生的时讲即个在号，到伊的囝做王的时，我才要讲即个在号，互伊会记。悔改的亚哈，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创办人孔希牧师，因为挪用教会期款资助因某的音乐事业，受判罪。2017年入狱服刑，2年后出狱。2025年5月，台北乐福坡教会的牧师邀请孔希对谈，孔希分享牢狱生活，互伊安怎重新检视家己生命有改变。但是这段访谈引起教会界热议，议论的核心在伫迄究竟是真实的悔改，还是简单是一场表演定？今仔日的经文通看见有权势的人安怎利用法定程序满足私欲，罔顾人命。哪必敬畏上主，一心固守祖先留落来的产业。亚王毋信上主，认为土地是通随意买卖的商品，因为无法度取得哪必的葡萄园得审问。诡计多端的亚西撇利用律法，和哪必伊不义。若是本应该为群体无福祉的长老，却强无害死哪必，因为安尼，先知以利亚受上帝之命去责备亚哈的恶行，搁宣告伊要见效而亡。亚西撇和规个王朝也要安尼。故事的结局本应该是受期待的赏善罚恶。但是上主的剧本却来一个大歪弯，敢若因为亚哈表现出忧伤痛悔，上主就宣告免除伊的灾祸，将会延后执行惩罚。忠心敬畏上帝的亚比丧命，搁失去土地；邪恶的亚哈却蒙人民活落来。这互人袂禁伫疑惑，上主的赦罪，敢真正遐尼容易是无？亚哈的悔改究竟是真实的悔改，还是只是一场表演定？规卷良记中，只有2个人受描述做谦卑，一个是歹王亚哈，另外一个是好王约西亚，佮拢讲到原本的审判要延后。可见，得救是上主的恩典，毋是出自人的行为。就算是歹甲亲像亚哈的罪人，也会当得到上主的怜悯。不过亚哈虽然无受惩罚，伊的后代犹原爱承受灾厄。真侪社会工作者和家庭研究专家拢深知家庭模式对后代的影响。美国出名的家庭治疗大师维吉尼亚·萨提尔伫《家庭如何塑造人》册中讲，
家庭是塑造人的工厂，每一个人拢是家庭价值观的呈现。简单讲，顶一代的作为将影响下一代的性命。毋信的模式真少伫一个世代就终止，通常会持续3-4代。作是出埃及记34章第7节指出，上帝坚守怜悯和慈爱的应允，直到千代。空虚牧师的访谈，互批评无真正为伊的罪行道歉，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悔改。就亲像阿哈并未道歉，以为有忧伤痛悔的举动就通受免罪。因的悔改到底是真的是假，恐惊只有上主会当评断。随像罪人虽然蒙赦免，伊的罪行造成的后果依然会存留。圣经指出，将来公义必然得胜，激励咱伫今世爱活出正直，遵行上主的道路。默想，阿哈的悔改，互上帝看见，对我有啥物意义？阿哈的悔改，互上帝看见，对我有啥物意义？咱来祈祷，公义怜悯的上主，你恩待所有愿意伫你面前真诚悔改的人。当我对义人受苦、罪人享福、心怀不平的时，相信你会为义人伸冤，公义将必得胜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